有时阵，伊要是会想起60年代迄种感觉色双排对坐台北公车，因为伊阿位安排的方式，互伊甲迄个查某囡仔有要到半年的时间会使相对看。听好讲，公车的色水根本就是因两人爱情的代表色。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吉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溪。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迄时阵，查甫伫松山一间机械工厂做技术工，暗时啊伫城内一间工商学校的夜间部进修。高三迄年有一天，迄个查某囡仔出现伫伊的面前。小丽丽，小问一下，这帮敢是要开去松山呢？是啦，主啊，这帮无唔对啦，快紧的，车要开啊！这帮对吼。嘿啦，小丽姐，多谢吼。没啦。查甫的上车的所在是伫公车的起站，通常拢有位通坐。伊惯势伫上车进前，买一块麦龙棒做暗顿，伫坐车的乘客变坐以前客服完。有一天，伊看到对面坐一个生做真好看的查某囡仔，嘛甲伊同款，头咧咧认真咧食胖，不过伊食的是 cheese 包肉酥迄种。这个查某囡仔以前敢若毋捌看过。为制服面顶的校名甲学号看会出来，伊读的是离伊的学校无介远的一间女子商业学校，同款是高三。对面这个查甫的，哪一直咧甲我看？查某囡仔慢仔像雄雄注意到伊，较记群下面的两只骹腿自动入较晏来，头同款咧咧，毋过食胖的速度变慢，一块仔一块仔拆，无意无意透入去喙面，慢慢啊步。
公车渐渐驶入去市区，乘客愈来愈客。毋过，透过乘客海来海去的芳，一定都会当温心啊大胆甲看，欣赏伊的水面。各位乘客，即马上车的人真济，麻烦尽量行到我内面呢。车驶来到北堤路，乘客已经挤到无芳啊。毋过，伫东华南路倒弯了后，你坐伫遮哦？嗨，一个讲话那像火鸡母的查某的，互伊知影对面迄个查某囡仔还伫车顶。哦，我有够欣赏你的，即马逐工拢有位通坐，会当先蹛车顶困一下。迄个查某的应该是伊的同班同学，伊的话陆陆续续传送一寡信息出来。啊，你第一工会惯是无？会啦，啊，电话敢袂足济？电话袂少。哦，你迄大间公司业务一定足无用的。啊，敢有宿舍？有啦，真的哦，有宿舍足赞的呢，拢毋免纳厝税，台北税厝有够贵的。检查是缘分，迄暗，伊一个上车，就看到迄个查某囡仔放入伫一群人内面。麻烦行较内面的，靠我内面的，麻烦一下。车长小姐一直催乘客行到我内面，上尾伊就停伫迄个查某囡仔的身躯边，近甲会当看到伊面顶几粒古水的雀斑。过北堤路了后，车顶的乘客渐渐变少，开始有位通坐。伊甲查某囡仔相对面坐，两个人同款拢头咧咧。终点站到啊哦！公车驶到终点站的时，车顶敢若剩因两个人。落车了后，查某囡仔细步走，头拢无歪就离开。我甲伊敢若真有缘哦。了后半冬的时间，一礼拜至少有3-4天，因两个人拢咧溜同款的行程，嘛互相知影对方这个人。小华，嗨，有你。哦，今仔日人有够济，我险啊爬袂起来。伊的同学一半摆也会甲叫，甚至连伊叫什么名都知影。淑华，这个名甲人平水。只不过，两个人毋捌拍过一摆招呼，嘛毋捌交换过一个笑容。明仔载开始歇寒，后礼拜就要过年啊！老师想祝福各位同学新年快乐，下课。休寒看袂到伊的日子，伊竟然会感觉稀微，甚至佫会戆戆啊想讲：迄个查某囡仔
伊人毋知伫倒位，伊敢会含我审问伊共款咧审问我？天气开始烧热起来。某一天，伫乘客目睭睭的公车顶，伊听到迄个讲话叽叽叫的同学讲：哇，班机会拢开啊！刷入去，伊听到迄个查某囡仔讲：我最介意班机会，我感觉即种花最有查甫气概。原来伊介意班机花。迄天夜，伊惨惨走学一节课，走去仁爱路三段，趁路人无人。也毋管树身粗鲁的贼人，伊爬起了一丛班枝树，连花挂花规节压落来，刷入去坐客灵车转去终点站等迄个查某囡仔。伊把花举来伊的面头前，这个花送你。查某囡仔干那甲看，无啥物特别的反应。落尾无咸无正讲一句：你有够神经！第二天尾仔仔，查某囡仔上车，行过来，摕一个皮烙仔予伊，刷入去悠然坐伫对面，点点食伊的趣事包肉酥。入来教室，一等妹夫要甲批录仔拆开，发现内面有一张纸，毋过面顶敢若打一个1箍的银角仔，甲5个数码字。一个银角仔，甲5个数字，奇怪，这是啥物意思？哦，你真是戆甲袂飞上呢。伊的意思是叫你敲电话予伊啦。原来是安尼哦。你无简单呢。坐公车，阁有法度坐甲互查某囡仔留电话予你，一切拢是缘分啊！过顿工，伊照迄个号码敲电话去。喂，星星木材行，你好。是一间木材加工厂的电话总机。歹势，敢会使麻烦你替我转林淑华小姐？电话迄头的人点点无应声。喂，麻烦你替我转林淑华小姐。我叫是，你毋知影我的意思。你是淑华？伊阁停一时啊，伊才听到查某囡仔小看后甜，讲。你敢知影？休寒的时，我几落摆竟然伫无上课的时间走去坐公车。迄个时阵，我就知影，我害啊！
几档后的结婚典礼，查甫的甲查某囡仔伫电话中讲的话，自头到尾阁重讲一摆，一句都无漏交。淑华伫电话中喉更甜，甲我讲伊家己歇寒无上课，竟然走去坐公车，伊就知影家己嗨啊！其实我听到伊安尼讲的时，电话这头的我嘛是同款，目屎强要顶落来。迄时阵，伊已经伫三重埔甲人合股开一间细间工厂，姓黄的股东管业务甲财务，伊敢若负责技术。显伊敢若知影无暝无日一直拼，但是连续2档股东拢讲工厂无啥趁钱。更较想袂到的代志是，第3档农历过年了后才开工无偌久，有一天。一个人无定无时冲入的工厂，拆机器抢原料。哎，这机械拢拆起来，仓库的物件总搬走啊！跳，搬！喂，你是啥物人？哪会无代无志来拆我的机器，搁黑白搬物件？恁工厂开的支票拢变巴拉票，啊，我无进来搬我物件，啊是要了互死哦！你讲啥？阮工厂跳票，对也毋对？你家己看卖咧，这是毋是恁工厂的票？无毋对啊，敢有问题？大有问题啦！大张拢跳票，这加起来100多万啦！啊，你敢有钱通互我？钱拢黄经理在管啊！啊，伊人咧。叫伊出来啊！黄经理人咧，伊几个工无来工厂上班啊呢？啥物？紧去因兜找看卖咧。安怎？无钱哦？安尼我就死咧啊！跳！搬！喂！工厂登记的负责人甲支票面顶的名拢是伊，所以因为违反票据法。互抓入去关的人，当然毋是开票的股东。无当见，一人都拢入去监狱啊！厝内竟然阁不是有人去要讨钱。尾啊，厝后家钱载袂牢，叫因某搬厝。这个代志，因某来面会时，拢毋捌提起。一直到有一天，伊接到因某写来的批，才知影伊已经去南部啊。总得，我甲你讲一件代志。我即马搬来伫南部啊，伊早的同事介绍我一个工课，虽然以后面会较无方便，毋过我相信你一定会了解。因为搬来南部，就免一天到暗惊人来讨钱啊！你爱忍耐，爱坚强，我甲伊拢咧等你转来。伊是谁？听后收到第2张批时，才知影答案。因为批纸面顶打一张超音波的图，也佮有因某简单的说明。医生讲，伊是查甫的，因为有这项。纸面顶佮画一个箭头，其对图面顶迄个用红色圆珠笔箍起来、捅出来细细的乌影。
出嫁的时阵，囡仔已经2个月大。伊讲第一摆抱囡仔含因某，尾仔仔伫南部一个城镇的小路咧行的时阵，路边的番薯花开了长水，因某对涂骹捡一蕊花来互囡仔看，甲囡仔讲：爱记住哦，有这才有你哦。到呾一半摆啊，我可会想起迄天黄昏时，阮某讲话的声音甲表情。爱记住哦，有这才有你哦。凡事就亲像台湾人讲的，娶某前生囝后，总是有好运气。出嫁以后迄10几年，伊的事业非常顺利。囡仔高中毕业迄年，伊已经有材料伫美国买厝，佮互因某陪囡仔伫遐读册。因某虽然定定无伫咧，毋过伊拢真守规矩，毋捌乌白来过。一直到迄一暝。迄天，伊请客招待协力的厂商食饭，酒啉落了后，可能较感性，就甲共道的人讲起伊和因某的故事。我甲阮某是因为番薯花才熟识的。有影哦，听起来足浪漫的。嘿呀，讲来听看卖咧。我做兵前，伫城内一间高职读夜间部，逐暗下课坐公车转去的时，拢含阮某坐共一班车。哎哟，遮尔有缘哦！莫怪。毋过迄时阵，阮也未熟悉。有一摆，我伫车顶听到伊甲同学讲，伊上爱番薯花。迄天下暗，我就惨惨爬去迄树仔顶。一画番薯花送伊。哦，哇，伊一定足感动的。对啊。哪有？伊根本无啥物反应，干那甲我骂一句：“你有够神经！”你拢毋知影查某囡仔的心思，拍是情，骂是爱，会骂你，就是对你有意思啦。后来呢？后来哦，后来恁一定拢想袂到。安怎？紧讲。伊讲到因某过顿工，摕一个批录仔互伊，内面敢若缀一个银角仔，抑阁有5个数码字。嘛讲到当年因为违反票据法封关的时阵，因某安怎用超音波的图鼓励伊的往事。宴会线，伊载几个厂商要转去过暝饭店，经过仁爱路时，拄好又阁是番薯花开的季节。迄个南部来的头家娘无张无弛讲：假使即摆有你所爱的人，你应该嘛无体力通爬树仔挽花啊吼。伊讲伊一声就甲车挡起来插伫路边。恁车顶等我一下。淡薄仔勉强爬起咧树仔顶。有搞咧！你是真的啊，恁当的，我凊彩讲的，你毋通伤认真的。恁当的啊，有话啊，莫勉强啦。你若想倒来吼，我是爱你无完呢。伊莲花挂花，啊一扎起来，伫众人的笑声当中，送你。多谢。
个月后，伊收到一张批，批纸面顶打一个1块的银角仔，一个电话号码，还佫有另外4个若像分机的数字。伊敲电话过去，喂，星星饭店你好，是一间饭店。迄4个数字是房间号码，接电话的人就是南部迄个头家娘。我睡觉。面床顶，头家娘讲伊的翁婿伫几冬前车祸过身，伊将行李接起来做。做辛苦嘛真孤单。2-3个月了后，同款迄个头家娘佫寄来一张批，批纸面顶打另外一张超音波的图，批内面写讲：伊是你的，毋过请放心，我袂叫你负责的意思。伊的老爸是啥人？凡世做久以后，我才会甲讲。嘛凡世一世人拢袂讲。20冬过去啊，伊讲即个毋知影究竟是毋是真正有出事的囡仔，甲班姊妹同款，一直拢是伊生命中无法度消除的阴影甲思念。今仔日的广播剧《真批》是由吴念真原作、赖江书编剧、夏菊华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少年的宗德黄玉敏演出，中年的宗德林依婷演出，淑华林明荣演出，美玉郭基芬演出，阿伯王家仁演出，阿婆李秀荣演出，老师简志杰演出，祭祖赵子贤演出，员工李杰明演出，头家娘杜正山演出，查甫的厂商赖家书演出，查某的厂商陈武庆演出，车长甲饭店的总机彭延婷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看地。讲出心内的感动。
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黄大笔，图念李丰进。前几天伫台中歌剧院看完吴念真导演阿解菜鸟仔警察甲老战友仔舞台剧，规出戏大部分拢是伫50年代台湾冰块车顶搬演，互我想起我真久以前收藏的一本绘本《八岁一个人去旅行》，是吴念真写家己细汉的时，受因老爸派去坐火车到宜兰姨婆的厝。敢若就是要摕一支点摆袂记哩摕转来的迄支雨伞，又搁讲伊身悬无超过120公分，毋免买车票，所以无摕钱予伊。就安尼，伫厝内的阿嬷阿母有骂有哭的气氛中，一个高囡仔孤孤单单去坐上一班逐站拢停慢慢啊驶的火车。细汉吴念真伫车厢内面。闻到是各种青菜、水果透淡的气味。坐伫身边是一位阿婆仔，打伞的双脚边啊，放着一笼歹歹的几粒芭乐。阿婆摕一粒互伊食，顺续交代：火车若到罗东爱加桥。哪知老岁仔人半路竟然昏倒去，伊紧张大声喊救人。规车底拢挖过来急救，一个黑里送话：有人身躯炸白花油，也是万金油无？加在吴念真因阿爸，敢若互伊炸一盒万金油，拄好摕来救着阿婆啊。有一位查某人讲：恁孙仔真巧，你真有福气。伊毋知安怎讲，我毋是阿婆的孙仔啦。落车时，阿婆仔将2个铜钱仔插伫伊的手。伊讲：阮阿母交代，袂使你黑白摕生份人的钱。阿婆仔讲：戆囡仔，我就是恁阿妈。这本绘本描写吴念真遐细汉就真勇敢，家己坐火车，经历这段温暖的过程。当伊已经有岁啊，嘛用心道出阿解这出在地发生伫火车顶真趣味的故事，感动着济济观众。尤其是看到袂少的少年人同齐感受到本土戏剧的亲切，这也是吴念真导演长期为台湾所做的贡献啊。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坐伙，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
还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赶快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华文翻台语哈。首先来欢迎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优，静优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优。过来是咱法律系林碧涵，碧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碧涵。好，第3位是咱政治系潘瑞婷，瑞婷你好。大家平安，我是瑞婷。好，今仔日伫咧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鸿辉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好，感谢鸿辉老师透过网络连线来甲咱指导哈。另外，还有2位提供台语翻译参考的台语老师哈。也一位是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定春萧老师，另外一位是咱台湾家事物计划发起人兼打稿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希美老师。好，顺利去，咱赶快对今仔日的广播局精批内面拣出5个中文的题目，好，要来互咱成功大学的学生来挑战。好，请大家来听第1个题目。透过摇晃的人缝，他反而可以比较放胆的去看他那好看的样子。好，咱有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人缝你有什么想法？人甲人中间的想来想去，透过摇摇摆摆的。好，来时间到，请讲恁的翻译。透过摇摇摆摆的人甲人之间的旁，伊颠倒会使较大胆的去看伊迄个足水的模样。好，请洪伟老师指导。基本上 OK 啦，嘿，咱嘛会当用好大这个词。好大，较好大，较好大，嘿。好看，水无问题啦，哈，好看，嘿，好看一点。好，感谢洪伟老师哈，所以起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先来听萧定春老师。透过东海的人旁，伊颠倒会使得较放大去看伊遐好看的样相。好，所以去是吴希美老师。车顶的人愈来愈多，客，随往人客人，大家徛伫车顶嘛海来海去，颠倒即时才好胆，甲迄个水姑娘啊上互真，好好啊甲欣赏一下。好，3位老师翻译的方式无啥共款吼，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咱的同学做一个参考。搁再来第2个题目。当晚他一上车，就看到被挤在人群里的他。伊一上车就看到，向挤伫个客伫个人群内底。好，时间到，请讲出恁的翻译。迄暗伊一上车就看到客伫咧一群人内底的伊。迄暗伊一上车就看到客伫咧一群人内底的伊。安尼讲咁好势，请洪辉老师甲咱指导。我感觉即句上要紧，其实颠倒是一个华语甲台语的一个词用法的问题吼。就是华语讲一加动词，咱台语应该是对应一个加动词，毋是共款一是一个。所以才应该是讲一个上车就看到。啥物货安尼吼？即个讲你讲要讲客嘛是 OK 啦吼。我是用钱啦。你拄仔咧讲人丁有啊，有人丁即个词吼。所以我是讲钱伫人丁的伊啦吼。毋过即个问题是牵涉着讲，因为台语无咧分查甫查某的伊嘛，所以就是讲，若假使因为我毋知前后有安怎，假使讲为着要较清楚，可能就是卖2个拢伊啦。因为变做你前后拢伊，到底是咧讲啥物人？所以可能爱看。那前后文有特动，应该有可能迄个后壁伊改做看咧讲迄个啥物，就是有一个啥物目标的对象啊嘛。是。所以这个一个吼，其实我嘛常常会甲华语直接，比如讲伊怎么样就怎么样吼。所以咱来看到伊，就是爱改做一个就对啊。就是讲嘿，伊加动词的时阵，咱其实是对应一个，毋是讲一安怎。
好，所以咱若看到中文写讲一怎么样啊，就怎么样哈，咱台语就爱讲一个安怎就安怎啊。好，所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萧凌春老师。迄暝伊拄上车，就看到伊红眼伫人群里。好，再来是吴希美老师的讲法。迄暗伊拄上车，就随看到迄个查某囡仔徛伫遐，边仔足侪人互客角。好，无共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咱的同学来做参考。选入去第三个题目。他们俩重复着这样的路程，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两个重复。中好。讲话我来讲，中好，敢若直翻吼，系啊。好，请讲恁的翻译。因两个一摆搁一摆经过安尼的路程，互相拢知影对方的存在。好，请洪伟老师。OK 啦吼，毋过我是讲我补充一下，就是拄则讲的 OK 吼，毋过我感觉我较无完全确定的，就是因为到底是毋是因两个是行同款的路程，还是讲是做什么款同款的代志？我无太确定啦。嘿，若假使是无论做啥，当然一摆搁一摆是 OK 吼。中国这个词嘛是日本时代以前就有的吼，所以嘛是会当照用啦。当然一摆搁一摆是较口语白话啦吼。好，感谢洪伟老师。选入去其他两位老师的讲法吼，咱来听萧凌春老师。因两个重复着安尼的路程，彼此知影对方的存在。咱听到萧老师甲彼此直接翻做彼此，彼此会当直接安尼讲晓。是文言的词啦，是较文言的词，嘛毋是袂当用啦，嘿。若咱讲较白话是互相就会使嘛，哈。对，嘿。好，继续咱来听吴希美老师的讲法。一礼拜差不多上少有3-4天，因两个人拢同坐共一班车，家己嘛拢知影有另外迄个人伫遐。希美老师是用另外一种无共的方式来表达这句话的意思哈。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搁再来第4个题目。我好喜欢木棉花，觉得他好男人。好，赶快1分钟的时间，请同学讨论。木棉花呢？你唔知道木棉花的台语吗？好，这句话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讲恁的翻译。我真介意班智慧，感觉伊真查甫气。感觉伊真查甫气。好，安尼讲咁好势，请洪伟老师指导。好，事实上，咱有真侪即个物件的词，无需要讲一定后壁加一个，亲像讲花这款物件，因为班机就是班机，就是一定是花，所以咱会使甲人讲班机就好啊。查甫气嘛是 OK 啦，我是甲换做查甫气概。好，所以这个男人的意思是形容词哈，有查甫气概的意思哈。好，所以今咱来听看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咱来听萧凌春老师。我真爱班智慧，感觉伊是会体贴的查甫人。好，萧老师可能是甲好男人这3字翻做体贴的查甫人。搁再来，咱来听吴希美老师的讲法。我足介意班智慧。伊正查甫人款。好，希美老师是甲这个男人翻做查甫人款哈。好，无共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也有同学做参考哈。好，再来上尾一个题目。他一字不漏地重述了那次电话里他讲过的话。好，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一字拢无漏到。嘿，伊拢无漏到。重述。伊一字拢无漏到，会甲迄个电话内底讲过的话，搁讲一摆。好，听起来真顺哈。咱来请洪辉老师指导。这甲我刚讲的连什么有一点仔类似，就是讲这较适合用的，毋是用拢。
就是咱有的句是爱用刀安怎，有的句爱用弄安怎，嘿，这较适合用刀，一字都无老高。这个刀甲拢的差别，是不是当请老师去甲咱说明一下？基本上你会当像较单纯的，就是讲，若会讲弄的，是爱足侪项无共款的物件，还是无共款的啥物货，足侪，拢全部安怎安尼啦？因为华语较无即种分别，台语是有啦，所以可能前辈较欠语感吼，点彩爱对一寡台语文化作品、台语文的作品去笑，这其实伫台湾作品内底是常咧使用的啦，毋过一般语感少年人，还是讲一般咧讲话较无注重。遐尼有的物件。好，感谢洪伟老师详细说明。接下来，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吼。咱来听萧凌春老师。伊一日都无落去中福迄摆电话里，伊讲过话。好，萧老师是讲一日都无落去哈。咱来听看咩啊？吴惠美老师安怎讲？伊甲迄个查某囡仔顶摆敲电话是伊讲的话。全部照完，再讲一摆。好，黑米老师是甲一字不漏患者全部照完，再讲一摆安尼哈。好，今仔日非常感谢咱三位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咱的陈宏伟老师伫咧现场甲咱指导，多谢。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扮演淑华的林明荣，我是扮演玉美的郭基芬。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下分享，嘛会使写文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闹热。请上专门去电台的网站详细了解。嘿啦，少年家，多谢吼。别啦。你想那边经历的意外事？拍谁？未来会错对你而已。被感染了。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阿公的暗顿》，欢迎准时收听。我宿舍对一个来，真的哦，你是真正的哦，你也要真正的哦，真的哦，真的哦，哦，歹势。
拍棍啊，爬树。你刚刚是咧踢球啊？你刚刚踢球啊？是咧爬树啊？你班级会有刺，你知无？会有刺哦。会有刺。你敢知影？休歌的时，我几落摆竟然会伫无上课的时间走去坐公车。迄个时阵，我就知影，我害啊！